中文短句子第8集，真是低估你了，真是低估你了。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别装作没听见，别装作没听见。你来的正是时候，你来的正是时候。不要被任何人左右你的情绪，不要被任何人左右你的情绪。我们应该以他为榜样，我们应该以他为榜样。我没那么好，我没那么好。他是戏头上说的话，你不要在意。他是戏头上说的话，你不要在意。我最近身边有很多敌人，我最近身边有很多敌人。明天再做也行，明天再做也行。我这孩子很调皮，我这孩子很调皮。能借我点钱吗？能借我点钱吗？我讨厌自私的人，我讨厌自私的人。最好别乱说话，最好别乱说话。怎么会不见了呢？怎么会不见了呢？麻烦你说慢点，麻烦你说慢点。发生了什么？发生了什么？我不想干了，我不想干了。你别瞎猜，你别瞎猜。你猜他多大了？你猜他多大了？你想吃什么？我做给你吃。你想吃什么？我做给你吃。我想去国外旅游。我想去国外旅游。你一个月费用多少？你一个月费用多少？你知道图书馆在哪吗？你知道图书馆在哪吗？这瓶水免费送你，这瓶水免费送你。